陈宪章这场比赛已经是煮熟的鸭子已经抓在手上抓了一半，两好球两坏球，走了。这方打进去，在二垒垒包后方的一个小飞球，吴富连后退接杀出局，3人出局，结束了。9局后半，味全龙队的进攻，兄弟象队派出来的先发投手陈宪章又再度的打败了味全龙队了，而且这场比赛他是完投胜。所以陈宪章为什么能够克制这个味全队的打击？这个谜仍在继续下去。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多记者还是同事还是一些队友，连包括味全他们队也是说感觉很莫名其妙啦。为什么说我对别的队拖了好像就不是怎么样，可是对他们为什么特别好呢？其实自己到现在怎么讲，可能对他们打击的习性可能也是比较了解，也有关系啦。你有做特别的研究吗？应该有，因为在那3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要第一场说很久没有那种鲜花机会，然后第一次要对味全，那时候自己本身的话很特别去看了一下录影带，味全队要打折的录影带，特别去给他看了一下，去研究一下。结果那时候我记得是那是在3年那时候5月还几月，在高雄对他们，结果投了8又2/3局吧，结果他们4分，可是那个1分不是4分，就从那时候开始对他们，可能对他们打击的习性，还有他们对他们信仰都比较特别强。哇，这球漂亮！这个半局郑凯文连标2张老 K， 这就是郑凯文面对到左打，我觉得他今年其实这一颗变速球起了很好的效果。Kevin 球速绝对领先。这一球还是得挥来到江坤宇的管区，没有问题，传向一垒，刺杀了刘基宏。在这个半局依旧是3上3下。哇，这一球被蒋少宏带起来，往左半边，看距离，对，接杀出局。詹子贤这一个接杀很重要。不过我们看到魏全龙看着这个高飞球呢，让2垒的跑者进站到了3垒得点圈。修正了一下，来到1垒的方向，许继荣先传本垒，再传1垒，形成了双杀。郑凯文安全下庄，中信兄弟依旧维持6-0的优势，挤压成了小飞球，最后是交给了游击手江坤宇接杀。在8局的下半，郑凯文送出2K， 演出了3上3下，今天他是8局11分。